嗨嗨，大家好，我的名叫金丝若是你是头一摆来请你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你未了解我免紧，不过希望你会晓试一粒 button， 同款我就会有真侪 subscriber 了。今日我人来讲呢，就是这 GrabFood Walker 的死人 bag， 就是这死人大 bag。For GrabFood Walker 的 ，actually 我的 channel 是按摩的啦，不过我有 subscriber 叫我做福建的咯。今日我就甲你讲福建参参啦，我的福建嘛无讲真好，不过伊来听福建话，我就做福建的咯。等下我搁来拍伊的 English subtitle 互伊人咧。哇，我先甲你讲这 bag 是安怎来的。若是你去 register 注册这个做 GrabFood Walker 行路的你点拜我啦，就是爱用50块举这死人 bag， 这 bag 安尼大的，你看50块咧这 bag。不过伊个加2个 T-shirt 甲一个哈拉 bag 啦，50块死别多咧。即阵若是你爱做 GrabFood 行路的Walker 伊就 charge 你60块啦，你就爱还 cash 咯。即阵，佫无通refund呢。but 即个死人 bag 就是你的啦。即个 bag 安尼大对我来讲真诶袂方便咯。我毋知做咩伊人会design做安尼大诶 bag 因为我毋是换摩托，也毋是踏脚踏车，我也无变讲放伫脚踏车后尾，较是放伫摩托后尾。这是爱举来扛诶，你知无？好，你收啦。若是我举这个 bag 出门啦，我去举伊的 food， 举伊的 order 你看我扛这个 bag， 你看，安尼大个，大到要死，你看，看到无？伊阁大过我的尻川呢。安尼大个 bag， 你叫我扛，行路咧，我毋是踏脚踏车咧，我是行路咧，一个 job 你上少举1个到2个咧，有时是3个咧。Imagine 你举这个 bag， 你爱行一个 job 3个，你一日会使行偌济？一日会使行10个较是20个。你知一个 job 3个3个 job 就9个了咧，9个就是9 km 咧，真侪人本无变走10 click 咧，你叫伊走行路行9 km 举这 bag 真诶袂方便。你看到无这 bag 死袂大地我阁来讲第2点，有可能我行诶行到一半，我要落屎咧，我就爱举这 bag 去 toilet， 你知无？我举这 bag 去 toilet， 安尼大诶 bag 你叫我放倒落，根本就是放涂骹嘛。你放涂骹，这是一个放屎的所在。你放涂骹这个 bag， 互人翕到，咱咪真惨。等下讲你 GrabFood 无 standard， 讲你 GrabFood 人无好。不过人是会落屎的嘛，落屎你叫人举安大个 bag， 恁爱落屎举安大 bag， 就是去 toilet 了吗？无安怎？这 bag 也袂爱收啦，安尼大，也袂爱扛啦。若是伊兜会使hang就 OK 啦。若是toilet 无通hang呢，你是毋是放涂骹？毋通你光放伊个头迄兜你放屎无可能嘛！你讲了对无？无可能嘛 ？OK， 我做 GrabFood Walker 咧，差毋多爱3个月了。3个月内面当初我做时阵，我是帮我我厝内做，逐摆伊 order 毋是一包物件，就是一块布拉达。无就一条沙杯，你无可能人一块布拉达，你放安尼大个 bag 挂，对无？我看到 order 是一块布拉达来讲，毋通我举这 bag 落去举一块布拉达放入去，无可能嘛？你请一个 GrabFood 的 worker， 毋是请一个戆人呢？伊人是有脑的咧，无可能我爱加重举这物件落去嘛？我举一块布拉达，紧紧举了，紧紧送互伊个 customer， 紧紧举落就好了。这个 bag 真诶是袂方便咯。
我做3個月吼，從來哦就無收到什麼真大嘅 order， 上濟是4包5包，無講大嘅 order 到即陣。有可能大嘅 order 咧，有可能是那 Orchard area、CBD area， 因為迄兜是 office 嘛 ，office 人死袂濟，無可能厝邊哦，你哋厝邊攏種大 order 嘅，下若厝嘅人哦，較濟是老人。囡仔、無做工嘅人、破病嘅人、妹即款一個2個人爾，毋通你叫伊人食10個披薩咩？無可能嘛！所以你講你愛掠人無夾白，嘛袂使嘛。若是厝邊無夾白，這是邏輯嘛？我想，你想啦，一塊布拉達咧，你會夾白袂？無可能你會夾白嘅，想嘛知。若是你問我有夾白去做 GrabFood Walker 無，我就甲你講有啦，因為這是 law 嘛 ，law 你來講有，你看這個 bag， 我有舉，我真喜歡這個 bag，所以我舉，敢若 fashion show 的，我舉的時陣繡來繡去，希望伊個物件袂扯倒，對無？我是希望這個GrabFood 的人會曉 common sense 咯，若是愛做一個 bag 吼 GrabFood Walker 吼，免做安尼大個，安尼大歹光。Furthermore 這 GrabFood Walker 用 sling 的吼，是真艱苦舉的，若是你用迄款 bag 是這安怎講限那些敢若伊個 bicycle 的相像哦，伊個就過舉。你用 sling 的哦，真艱苦行路的，你捌行路無先？你行了哦，你會使行10個足哦，你再來甲我講用這 bag 啦，這 video 咧是甲你人講今日這是做福建的 video，甲你人講這個 bag 咧是真的袂方便咯 ，for GrabFood Walker，希望伊人會過咯。